黃旗亦都舉起隨死步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快閘嘅馬咧，中間有呢隻就禪聖輝煌啊，響埋邊，數字天文啊走咗上嚟噶啦。最出嗰隻係安如啊，第4位就安請啦，後邊嗰3匹馬直線力山，尾位置粉紅眼罩咧，咁啊有競速威龍啊，暫時帶到去個馬匹係嗰隻美麗同享嚟㗎。好啦，接近1400米嘅段處啊，前面放嘅馬咧就數字天文啦，咁啊中間位置有禪聖輝煌啊，外邊有安請跟住個第3，咁啊3隻馬拍住咯喎。第4位嘅馬有直線力山啊上咗嚟啊，內欄第5粉紅眼罩有競速威龍啊，安如就褪咗落去尾二先，暫時殿後仍然係嗰匹美麗同享嚟㗎。好啦，接近呢個1000米嘅段處啊，大家個位都已經係定咗㗎啦。埋邊放嘅馬咧就數字天文啦，安請原來走咗上去第2位啊，後邊嘅馬禪聖輝煌第3，內欄第4競速威龍第5就直線力山啊，安如咧就褪咗喺尾二先，暫時殿後仍然係嗰隻美麗同享嚟㗎。好啦，過呢個800米段處啦，數字天文咁啊都喺埋邊呢，就自己嘅順放啦，跟住響第2位嘅馬咧就有呢隻就安請嚟㗎，埋邊呢，第3位有呢隻咧就競速威龍上咗啲啦。出邊第4位粉紅衫粉紅帽禪聖輝煌啊，後邊3匹馬分別有直線力山、安如啊，掟到最出係嗰隻美麗同享嚟㗎。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數字天文仲係佔先咗半個身位嘅，咁啊見到串內欄上㗎嘛，有競速威龍，中間追禪聖輝煌，大外檔嘅美麗同享啊，最後200米數字天文仲係佔先半個身位，外邊禪聖輝煌追緊佢，入邊競速威龍擠咗段唔多，出邊冚咗一段又係唔多嗰隻美麗同享，最出呢仲有隻安如啊。最後100零米，數字天文游刃有餘啊，擺咗喺前面一放到底啊！第2名嘅馬呢，好近啊，埋邊競速威龍最出啊，安如好遲先撻得着啊！第4名安請又上翻嚟，同禪聖輝煌需要影相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隻數字天文咁啊嚟到香港第3回合啊，首度出戰級制賽3級賽100週年紀念銀瓶。